大家好啊！歡迎大家收睇 U Online 全新嘅節目啊！適者生存啊！阿 Sam，我係節目主持人阿 Sam 啊！阿 Sam 想借呢個節目咧，將一啲我人生嘅經驗啦，同大家一齊分享啦。希望一啲嘅少少嘅經驗咧，希望大家有啲得着啦。阿 Sam 咧設計呢個 U Online 嘅平台咧，最主要咧係俾大家多啲嘅平台啦，係可以改變下自己一啲嘅睇法啦，或者我好想大家都改變自己，因為社會喺度變遷緊啊！我哋如果唔能夠跟隨佢變遷，利用而家嘅科技同埋利用而家嘅資源或者嘅走勢咧，改變自我一個創造，即係創造個新嘅將來啊！今日所提嘅題目就係講關於競爭力。競爭力好多人都話：哎呀，我夠唔夠人鬥啊？我唔知點同人鬥啊！競爭力啊，係咪要大公司贏咗小公司啊？其實競爭力呢樣嘢咧，視乎你喺邊個地方打仗。如果你喺全球打仗，你有唔同嘅工具啦，唔同嘅方法啦。如果你喺香港呢個地方嚟做呢個生意，係咪有另外一個方式？但係調翻轉頭，如果一個小區經營嘅生意又點呢？係咪又用另外一種方法？比較呢三種嘅模式，你覺得邊種嘅模式能夠容易有個生存空間呢？呢個好緊要㗎，你自己選擇下。但係如果你要做一個有競爭力嘅人，第一樣嘢你要有創新嘅思維。因為嗰個互聯網嘅昌明啦，令到好多樣嘢其實大家好容易、好快地攞到資料嘅，所以你做某一樣嘢係有一個好好嘅生意，好快、好短嘅期間已經俾人代替咗啦。所以我哋要不停有創意，不停有唔同嘅思維。因為社會而家開始接受嘅普通嘅嘢，大家都唔接受啦，慢慢會有內卷嘅情況出現，所以有創新嘅思維先至可以令到你自己有不同嘅發展。呢個我覺得有可能係一啲科技啦，有啲就係一啲嘅產業嘅模式啦，或者產品嘅新產品，亦都係好緊要。第二樣嘢就係要有競爭力，客戶嘅關係嘅管理好緊要。以前好多時候係被動式嘅，而家唔係啦，因為我哋多咗好多嘅平台，多咗好多嘅工具，有 WhatsApp、有 WeChat、有 YouTube、有 IG，好多樣嘢。其實我哋要花好多時間係同客戶嘅溝通，搞好嘅關係，要明白到客戶嘅需求，明白到客戶中意講啲咩説話。慢慢喺客戶當中增加佢對你嘅信心。第三樣嘢係品牌嘅塑造啦，好緊要。點樣塑造你嘅品牌呢？第一樣嘢，你一定要了解到你自己公司嘅去向啦，你做啲咩嘢啦。而家大部分我哋都提倡緊喺 U Online 做嘅嘢，都係做一啲叫做 One Stop Shop，即係話咧要乜嘢都會做到。所以你嘅形象喺邊度產生呢？就係一啲嘢你做咁多樣唔同嘅嘢都好啊，你嘅服務一定要突出。你嘅突出係點啊？靚仔靚女啊，快手快腳啦，價錢合理啦，或者係專業性啦，多或者你係好多嘅工具啦，又或者你做嘢好乾淨啦，或者你係好多不同嘅服務嚟凸顯出你嘅品牌特性，呢個好緊要。第四樣嘢咧就係講緊個數據驅動嘅決策。U Online 有個好嘅地方叫有求必應，裡面將你個小區經營裡面所有一啲人嘅需求會慢慢地係俾你知道咗，因為你做嘅產品你可以做好多樣嘢，你做1000樣都得嘅。但係個問題有幾多樣嘢係適合咧？有可能其中嘅50樣係好中意嘅，係啱嘅呢個市場嘅，你就要改變自己啦。因為我成日覺得你做個小區經營，如果全部乜嘢都做嘅話咧，就有可能好辛苦。你一定要將一啲數據嚟了解咗之後，再明白做將自己一啲嘅 hash point 擺翻落你自己嘅位置嚟做。
咁先至有利啊！如果今日對大家所講嘅阿 Sam 所講嘅嘢有咩好嘅提議呢 send 過嚟我哋 email info@youonline.com。今日時間差唔多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